大家好，我係黃明威。咁我而家係立法會工業一嘅立法會議員。其實咧，我自己咧係一個新型工業家，咁亦都係一個創業家。其實工業總會咧，其實本身咧有33個組別。呢33個組別咧，其實涵蓋由做衫、做家私、做鞋，去到做創意工業。咁其實咧就等於一個香港嘅一個縮影咁樣。我已經係入到立法會咧，係可以令到工業係再重新再活起嚟，由香港製造變成香港自造。將香港嘅工業嘅一啲特色，將佢再重新活現出嚟，令到香港嘅工業係重新再變得輝煌。提到咧就係由香港嘅製造咧變成香港嘅自造咧，咁其實嘅具體係指啲乜嘢咧？咁其實你喺議會當中咧，你會點樣去推動相關嘅工作咧？入到議會之後咧，我哋都希望可以快啲去推行一個即係香港新型工業家嘅發展藍圖。我哋可以通過一啲叫做中試平台，去將一啲咁樣嘅新嘅概念，由香港嗰度可以實踐到出嚟，將我哋香港嘅質量嘅一個嘅檢測咧走出去。呢啲喺香港咧係一個好獨特嘅優勢嚟嘅。咁喺香港嘅工業入邊咧，咁多年咧經歷過幾次轉型啦，由佢哋將個生產線搬翻去內地啦，再繼而再去做 ODM、OEM， 咁依家咧去到一個轉型嘅階段。香港嘅一個非常之好嘅優勢就係佢喺個供應鏈上面咧，其實非常之靈活彈性，而我哋政府咧亦都非常之配合我哋。俾我哋去好似東盟啊，或者係中東啊，呢啲咁嘅新市場咧，我哋一路都開發緊。咁而加上我哋而家咧背靠祖國有一個極大嘅一個市場喺度，我哋嘅工業係打入去嘅話咧，其實係都非常之好。佢再將我哋香港再出發。